現在用 OBS 直播啦，行近 4K60，同時進行緊串流 4K 錄影16:9，再加多個 1080P 嘅9:16錄影。因為舊卡嘅關係，性能已經頂盡，將 RX 6650 XT 顯示卡已經升到去80至85%，再開多個直播平台就唔得啦。今次就升級直播主機顯示卡，藍寶石 RX 9060 XT 16GB 可以去到邊個程度？坊間所講嘅 AV1 編碼係咪真係咁差？所以買嚟試下。咁當然要開箱先啦。原本想買5070 Ti 嘅，個價真係太掂，最終放棄咗，而改為一張9060 XT。諗諗下，又唔係打機，淨係純直播錄影，絕對夠玩。跟住就拆袋啦，拎追卡出嚟，都係用翻傳統白片嘅供電顯示卡正面啦。今次張卡估唔到有兩個 HDMI 啦，同一個 DP。咁依家開始上機。呢一部係打機用嘅主機啦，而下邊嗰部呢，就係直播用嘅主機。趁而家一次過，順便清埋塵，電腦附近都積唔少塵啊！清理埋機箱之後，推部主機出嚟，主機上面放咗隻 Live Street，放住喺地下等我做好嘢先。拆開側板啦，見到主機嘅內部，跟住就拆張6650 XT 出嚟啦。我就貪方便先咁拆啦，千祈唔好學我啊！上邊嗰張係舊卡，下邊嗰張係新卡，對比兩張卡。外觀上冇乜點變，實在太蠢啦，唔清唔得。坊間亦都有唔同聲音，一張勁嘅卡搞掂晒，使乜分兩部啊？唔係喎，換新機冇乜錢買貴卡又可以點啊？屋企有位擺嘅，留翻部舊機先，淨係用嚟直播，唔直播都可以用嚟錄影啊。不過就要似乎張舊卡效能去到邊啦。終於清好晒啦，而家又插張卡落部機啦。我貪方便先咁裝嘅啫，千祈唔好學我，有乜事我幫你唔到啊！跟住就插埋八片，火牛都唔需要更換啊！火牛係650W 完成，跟住順手裝翻8隻反，最後推翻埋部主機入去，搞掂晒所有嘢，即刻上去 AMD 官方下載啦！最新嘅9060 XT 嘅 driver， 正式使用 AMD AV1 嘅編碼，平台只有 YouTube 啊！另外再加兩個直播 Twitch 啊同埋 Steam， 由於呢兩個平台只能夠 1080P。編碼支持只有H264，而錄影嘅方面呢，就一個 4K 16:9加 1080P 嘅9:16，使用 AMD H265嘅編碼進行，最終可以維持到80%或以下。後尾發現推高 4K 位元率會令到連線遊戲，尤其 P2P delay 得好明顯。檢查後懷疑係 Router 唔夠勁啦，處理唔切，所以之後會轉 Router 再試，反而單機唔受影響。